捌一年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甲蜜甜。大江的呜，爱下落雨，做伙来呜，音乐才有。大家的呜，音乐情舞，换你来呜，做伙跳舞。伊是日是双水，我两千八点。我熟悉，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的老的节目。做伙来，各地各种也是错，有看让人知。一定一海山，我要小摇滚爱你来。我看等待你的陪转来，受伤的心无人搁加无熟悉。你敢会有一天去想讲，较早组团的一寡趣味的，组团一定好耍，玩家嘛，小拍嘛。对。阮自高中的时阵就开始咧耍乐团，感觉讲心内有一寡郁卒，用 heavy metal 的方式，该讲出来安尼。一步一步无情的路，我头只剩脚，一步一步行过的路，一切亲像梦。自由自在，充满人情味，这是我对这的记忆，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人生百款，逐工拢有足侪故事伫发生，有的会当写作一首诗，有的会当做成料理，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拢会当变做你家己的记忆。即马对我做伙感觉，找到你介意的音乐气味。海味61号。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1号，我是爱听团的 Rock。今仔日呢，咱的来宾伊的身份有足侪身份的，伊是一个音乐的制作人，佮是乐团的主唱，而且佮是霹雳布袋戏的歌手，然后伊佮做音效的设计，而且。伊做的歌，毋是伊唱的歌，咱大家一定拢听过。行，咱来看卖啊，今仔的来宾到底是啥物人？志崇老师 ，Ralph 哥，你好。看起来，你敢若定定来遮看海吼？对啊，心情无好的时阵来，心情好的时阵嘛会来看海。重点就是甲音乐拢有关系啦。哦，对啊，嘿，所以，不管做啥物代志，拢是我上爱的音乐。拢是你上爱音乐，而且做了佫会欢喜，而且佫有无同款的刺激。对。是啥物状况之下？是讲你最早有无就去想着讲你要家己来做？你家己的专辑，细汉时阵组乐团的时阵，差不多算甲2-3年尔。因为了后我的团员就娶某啊，生囝有伊家己的计划啦。就了后拢无咧表演啦，但是我足爱表演的。我想讲发一张唱片会使满世界去表演。为什么是要发台语的？因为我自细汉甲我爸爸学吉他，唱的歌拢是台语的老歌，我想讲，假是要发唱片哦，我一定爱发台语的。唱台语的，而且算讲爸爸算讲是对你的一个做音乐的一个启发。对啊。而且我刚刚有看到讲爸爸拢做爱伫一寡较无同款的状况之下来唱歌给你听。对呢。好。细汉时就定要停电嘛。停电的时阵，停电了点蜡烛。嘿啊，点蜡烛对啊。对。啊是讲阮困袂去啊。对。就紧张的嘛。一直咧摕吉他出来，唱歌互咱听。
足浪漫的。哎，足浪漫的啦，对，就是讲想着讲野记拿出来唱歌来，互恁厝内人安尼听。所以啊，你就是累积了遮尔济做工课的经验，然后做头一张专辑。你头一张专辑我看过来，迄工作人员听倒人金光闪闪，水气千条。然后我有看到，毋是看到，我有听到，就是讲你内底迄落曲风，还有迄个风格，逐条歌拢有无啥共，而且都是迄个风格非常的多变，对。这是讲是你一开始讲你就设定讲要安尼，还是讲你有甲遮个老师做伙讨论着，才要安尼做？应该是讲我一开始就安尼决定。但是每一个老师嘛有伊家己的想法。是。我想讲，因为合作就是安尼啊，安尼较好耍，较刺激。好，海风安尼选了安尼，真舒适，真舒适，真爽快。无咱来行。好啊，谢谢。好啊。看。你想要讲的话，我知。你爱的是倒一个，我知。免惊失败，好酒总是伫暗底沉落来。咱老神在在。咱自卑为怀，天顶飞鸟仔，自由自在。逐天的日子过好精彩，大好了啊，日头悄悄浮出来。一切拢会有缘分的安排，我看等待你会飞转来，受伤的心无人搁加无熟悉，人生若戏也是，大家会做伙斗阵陪你过难关，总有一天行过。你拢总知，就爱照步来，手心内都是缘分在，要陪你爱，要陪你找永远。了了，我知，时间袂搁回头，我知，不免苦恼，用心感谢天有爱，万万无遗憾，伫幸福的所在。伤的心，无人搁加无熟悉，人生若
我的心要陪你爱，要陪你做永远。我看看等，我看看等待你的陪转来，受伤的心无人搁加无熟悉，人生路起起徛徛，大家做伙斗阵陪你来等待，我就袂使所以带你了解，天地你拢总知，着爱才有无奈，你是我的心，是我的心，要陪你爱，要陪你做永远。你想要讲的话，我知。这做一个人去钓鱼的呢。嘿啊，老师，嗯，进前啊，我有看到你伫总统府进前迄个音乐会嘛，对无？对。你有做一个表演，你有内底有做用迄落布袋戏甲布袋戏对。来做一个设计，来做一个演出的节目。嗯，我想讲，啊，你哪会去想着讲要甲这两个你甲套人做伙咧？因为这首歌叫《戏马卡》，嘿，啊，内底伫咧头前有一个布袋戏的口碑，嘿，对。嘿啊，我想讲，如果假是要来做表演的话，应该安尼较趣味啦，有布袋戏，佮有戏曲，嘿啊，因为我音乐内底嘛有南北管，对啊。算讲甲台湾的这个元素啊放入面嘛，对无？哦，迄个反应袂歹呢。这我算。而且我甲你讲吼，我阁有外国的朋友啊，因为你迄落网络顶头啊，伊有看到迄落布袋戏的迄落影片，嘿，伊就直直看，伊就讲好，伊要来台湾。讲啊，你要来台湾创啊？特别来台湾看。嘿，伊讲伊要来台湾，要来看现场吗？去看现场。哦，所以我感觉这布袋戏对咱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传统这个文化。对。你的专辑内底啊，你逐首歌拢有一个故事。搭一首歌的背后的故事，你是感觉较有印象？讲对你来讲有较有一个较深的感受无？对啊，我们来到这个炮台啊，我首歌叫做《回来》啊。回来啊，嘿。其实是咧讲正经的代志，对啊，回来啊，赶紧走嘛。我今日伫咧万后事的时阵听到，但是我唔是要讲这，我是要讲，阮咧面对正经这款代志啊，是，阮咧老百姓其实足无力的这种感受。厝内的囡仔哭几暝，壁顶的空做，像咱的心也无像是脚步，嘛步袂甜。捌听过的口音，唱出同款的心情，思念莫搁出嘴，目屎歹水，风微微，念伊就会使转去。
的心情，思念莫讲出嘴，目屎歹水，风微微，念你就会使转去。回来啊，我袂走，脚面的伤，犹原期待出日头。回来啊，不免哭，等人算了，厝内也着拼杀。这款的人生，无资格伤悲。体着期待，念着那只手歌手几暝，吃困遐日子，等在拍头彼一日，天在看，但是伊也袂答应。等在拍头彼一日，天在看，但是伊也袂答应。进前甲你组团啊，到尾啊，你家己一个人你做遮个遮尔无共款生活的工作迄当阵啊，你敢会有时阵会去想着讲较早组团的一寡趣味的事，迄落组团一定好耍呀，一定好耍啊！嘿，你看，冤家嘛，相拍嘛，对，这难忘的。咱过而且这拢是为着音乐啦，为着音乐啦。每一个人想法拢无共嘛，嘿嘿啊对啊，爱讨论。啊，再来啊，因为你阁有做音乐的迄落制作人嘛，嘿对。对无？啊，你感觉讲做别人的专辑迄当阵，敢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配唱的时阵啦，因为每一个人的声音拢无共，啊，讲故事的状况嘛无共，嘿，啊，就爱甲伊讨论啊，讲哎，这摆安尼唱，安怎唱，但是有时阵伊嘛生气，嘛要生气。我安尼唱啦，叫我安尼唱，创啥？我只要紧落安尼。我要紧落安尼。无听。抑搁有当时那个紧落，看无感情啊，无感情，结果嘛较无遐尼较好。无听对啦。所以爱小较按捺一下嘛。对啊。嘛是按捺。无先啉两杯啊。先我放我轻松就对啊啦。我感觉你是一个做愿意互家己去一个新的一个无同款的所在。因为吼，别项拢会晓啦，但是拢无专精，所以无啦是就贪心的啦，贪心啦，拢逐项拢爱捌一个啊。不过我会感觉讲你是算讲是去试你家己就对啊。看因到啥物程度，然后做出来的音乐、做出来的物件有啥物无同款的反应，然后。做出来，大家听了看，大家有啥物 feedback 这样呢？对啊，安尼才是成长啊。嘿，莫怪哦，你是要出专辑了，遮侪人要来甲你斗相共。今仔真正吼，足欢喜，志聪老师来甲咱开讲，听你的专辑，我相信应该拢会听到一寡对家己一寡未来一寡可能哦。非常谢谢志聪老师来我，谢谢 Ralph 哥，海味60号，谢谢，感谢。城市又搁无声音，雨水滴落也无涂骹的味。
梦中的你真古锥，蓝雨也是笑微微。霓虹闪烁，为何我自泪滴？路顶照影的雨暝，划破空气的花香，梦里的声音，哪遐尼真实？有你在梦中，会搁再相逢，风里微吹动，心内的悲伤，灿烂的笑容，放弃的搁再相逢。咱也有相依咱两人的约束。用你上爱的美丽，面镜马车因问你，万伫海边，你讨也会使借你。你爱听的 R&B， 做伙来伴一出戏。等你精神头一替咱说后事，明在梦中，为何这寂寞？风微微吹动，心内的悲伤。灿烂的笑容，忘记的搁再相逢。咸咸海风无情煽动，我也伫这等梦结束，等你回来，将咱的梦结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1号，我是爱听团的 rap。无错，今仔来到这满满的海的气味，有一团甲我约伫这。我听讲因进前算码头的，然后即马唔知是变做安怎，而且伊个讲因是拍断手骨，那么来找因讲一下好啊。 3, 2, 1. 哎！你即摆是发生啥物代志啊啦？哎呦，哎，等下，小等，恁甲我约咧遮，伫这个时间，而且搁伫挖海边啊，恁最近有拄到啥物无甲来如意的代志是哦？有人失恋啦，这个啦，这个失恋啦，好啦，嘿啦，厉害较毋者，哪行，我拄啊来到遮哦，其实伫海边啊，我就想讲恁甲我约咧遮到底是安怎？而且搁伫这个时阵，为什么甲你约来遮？你安知？嘿，因为啊，这暗时啊来看海的时阵，
还有一个星空隧道伫咧遮。哦，这是咱高雄的朋友甲阮介绍的这个所在，讲真有文化意义安尼，好叫阮会使来看海，还会使来看这个隧道安尼。才百外年安尼。好，今仔阮海味61号哦，是，请到这组咧是进前恁咧生美图的，嘿，无毋对。但过我先甲恁介绍，讲这是叫手骨乐团。恁进前是生美图的，啊，尾也是有发生啥物代志是哦，啊，然后恁再去做一个转变。身家无通算啊，真甲无通算啊！上主要啦，是因为阮一开始因为迄阵少年嘛，阮自高中的时阵就开始咧耍乐团，啊，就感觉讲心内有一寡郁卒，有一寡迄种诶不满的感觉，阮就用 heavy metal 的方式，甲伊讲出来安尼，就迄个方式上，迄个时阵是阮上介意的风格。渐渐愈来愈大汉啊嘛，心中的不满就偷偷化解掉安尼，因为家庭啊、做兵啊，偷偷就是大家偷偷散开安尼，啊，结果就是我伫咧2016年的时阵，拄好伫咧宜兰，迄边就是敢若因为咱拢中部的嘛，对，啊，敢若我讲伫宜兰，啊，平拢伫咧中部度，暗时无人通飞落啊，所以就专心就开始哦，啊无就甲吉他摕起来写一寡台语歌，是，因为我细汉时阵是伫咧，阮爸爸是做水电工程的，我自细汉就是伫咧工地，吼，甲遮迄种的阿伯啦、阿叔啊，伊拢咧唱台语歌大汉。所以我感觉台语这个文化对我来讲是一个家乡味一样。哦，你去到这个所在，你听到这个声音，听到这个语调，哦，你会感觉讲，这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咱回来厝内的感觉。所以阮就开始决定讲要写这个台语歌，因为一开始敢若我一个人，对，大家拢散开啊嘛。对。哦，迄时阵就亲像迄种的七龙珠共款，我爱去找团员。听讲就是讲你是要用这个拍长手骨颠倒用。来去号这个团名嘛，嘿，无毋对。当初是啥个想到摕这个来做咱恁的团名？哦，这句俗语啊，就是自我细汉的时阵，定定听阮阿公咧讲，伊就一直讲啊，你读册啥，还是咧做啥物代志，遇到困难都要去甲克服，是，就愈来愈勇。哦，因为这句话一直伫我心肝头。所以就叫做手骨超骨。哦，超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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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手势，超骨，超骨。啥物啊？咱今
去哪？啊，你是写台语的歌，当你一开始就讲，应该内底有写着，不管讲你生活周遭看到一寡较无奈的所在，无对，嗯，嘛有一寡快乐的所在啦，嘿嘿嘿对，欢喜嘛有，啊艰苦嘛有，对，因为咱人嘛，就是有经过一寡迄种情绪，啊，对，伫咧家己的心肝头，看你要安怎去甲转化。哦，我转化的方式是，像我咧做水电工程迄阵，伫咧宜兰时阵，因为我迄阵是水电班嘛，啊，阮水电逐斗来，咱敢若4个人，啊，因帮无拢20个。10几个10几个安尼，啊，阮大概伫咧工地咧做事的时阵，有拄到问题要协调的时阵，阮水电拢是排伫咧上后壁咧讲话，话语权咧讲话，迄个力头无像帮无的甲白天啊，就是讲话遮大声啦。对，所以阮拢爱伫遐共抱，你知无？水电嘛就歹呢。伊拄阮鼓手伊是咧做设计，所以拢会接上在共班的啦，所以我设计师啦，设计师，所以我当摆我才想要问讲，啊，恁平常时吼，我知影你做水电，啊，即摆是设计师，啊，甲来平常是做啥物工课？金融业，金融业哦，好，啊，甲来你即摆做工地，所以我嘛拢知影伊咧讲啥，水电是真个是上细卡的，就是因为安尼啦，所以阮最近就写一张专辑内底有一条歌叫《送一个》，伊虽然叫送一个咧，叫咱就是爱放轻松的意思，啊，有当下呢代志就会发生，啊，咱就是会用轻松的心情去面对，安尼颠倒家己的心态，会使较紧转变。这条歌，互我的感受所写伫内底了后，所以对这迄种不讲袂讲袂平的代志，讲袂准车的代志，讲袂准车的代志，就会较心内就较平复安尼啦。会找到一个出口啦，一个出口，对，就一个出口安尼。既然讲到这，我是感觉咱即摆应该嘛来去送者，因为这盛海风盛真久啊。带你去一个愈笑的所在，好，好吧？行，好，咱行。超good，超good。哦，恁带我来这间店，较
是边仔有笑呢。哦，非常有气氛吼。系啊，非常气氛。阮都是真介这个气氛。啊，才想讲要带我来这间店。哦，因为阮朋友甲阮介绍讲这间店，阮大概只要来高雄演出啊，哦，都真介这个气氛，遮非常的笑，甲阮笑骨同款，要阮的听众感受到阮的笑。那拄仔你讲吼，讲你开始用咧台语去创作，对无？你创作的过程中，你敢袂感觉讲用台语要来写较 rock 的歌？你感觉讲有啥物困难啊？是讲你尾后有发现啥物撇步？我开始，因为我嘛有家庭，开始囡仔。对。我迄阵就是阮一开始是唱 heavy metal 嘛，对。啊，就是唱一寡人听无叽叽叫的安尼。啊，所以阮即马就为着要，我心内想讲，我想要我唱的歌，会使互后一代人听有，听会明，啊，而且佫是用阮上习惯的一个语言，来去甲表达出来，就是咱的台文的部分。社会不免计较伤多，原是着爱来放予轻松搁自然。这个社会唔通怨叹伤多，原是着爱来看予开一个。你着爱放予轻松嘞，看予开一个。你就爱放予轻松的，这个社会不免计较伤多，原是着爱来放予轻松搁自然。这个社会唔通怨叹伤多，原是着爱来看予开一个。你着爱放予轻轻松松，看予开一个。你着爱放予轻轻松松。讲到恁发的这张专辑，是《直行人生》，对，直行人生。我看真趣味呢，内底有2条歌的，迄送一个，嘿，迄2个名是同款的，发音是同款的。一个叫送一个吧，啊，一个叫伤心的伤。对，伤一个，对。这个专辑《直行人生》嘛，就是咱的人生就是敢若会使直行，无法度搁倒退路啊。迄对呢。嘿啊，无法度搁倒退路啊，你一天过去就一天啊。对。所以
像我拄仔讲的，就是送一个嘛，就是有一寡代志，你只要放一个平静的心态，来去看伊即个困难的问题，就豆豆解决啊。对。啊，想一个这条歌呢，是伫我人生上低坎的时阵，写出来的歌。迄阵心内是非常的郁卒啦。对，郁卒甲感觉讲生活已经无意义啊。对，所以我甲这首想一个这条歌，甲我迄阵的心情写落了后，我就行出来啊，就袂搁继续胡白乱想。不过今仔日真正非常感谢咱手骨乐团来到阮海味61号拍断手骨电导响。是。拍断手骨，电导用手骨，手骨。大家观众，海味61号的观众，大家来甲斗支持手骨的直行人生，听咧，互恁逐条路拢足好行的。就是安尼，来，顺，上啦，谢谢，谢谢。行过的路，一切亲像梦，一步一步无情的路，我头。
听到因做的歌曲，还有看到因写的词，你会当去感受到讲组团的时阵，到即马一个人的时阵，因的曲风有啥物无共？为少年的时阵，到成家了后，因的心情是安怎？抑过因喜欢的物件，同款搁伫内底，你同款会当去感受到因对音乐的要求甲热情。